好靚啊 ，Amy。後邊咧就係青山福地嘅精華所在喎。係啦，咁我哋後邊所見嘅地方咧，今日我哋都有機會去到嘅。青山福地出名嘅包括以前9大石澗之一嘅青大石澗、月牙谷，同埋我哋其中一個目的地青松紅確。而青山就係香港三尖之一，香港嘅岩石之中有30% 係花崗岩，而青山一帶就係其中之一。相比起火山岩，花崗岩就比較遠，所以風化侵蝕現象特別嚴重。其實青山福地呢度咧，點解會有咁多沙石咧？咁係同呢個風化現象有關㗎。見到呢啲石頭啦，佢除咗呢個風化現象影響到佢哋咧容易碎裂成沙石之外咧，仲有咧就係因為佢哋嘅物質唔穩定啊，好似呢嚿石頭咁樣，呢就碎，將來咧呢嚿石都可能會變成好似呢啲咁嘅碎石㗎。望住手上面嘅石頭，轉眼間變成細沙。我發現即使有時候表面睇嚟好堅硬嘅嘢，其實內心可以好脆弱，一觸即破。要令自己變得堅強，唔係由外表行為去偽裝，而係要從心去開始。哇 Dennis，而家呢條山路咧，個感覺咧同我之前咧行山個感覺咧好唔同噶。即係平時行山咧，即係我哋多數行西貢啊、大嶼山咁樣啦。嗰度咧，就算有石頭咧，嗰啲石都係比較即係大嚿啲啊，咁啊易行啲、穩陣啲嘅。但係呢度咧，啲沙石好碎，同埋即係唔係淨一小段，係整段路程都係咁，所以就容易跣腳咯。平時咧，我見到屯門嗰啲石頭咧都係光脫脫嘅喎。哇！嚟到呢度咧，啲石頭全部都係啲碎石嚟嘅，同埋啲植物品種咧都係啲灌木比較矮啲嘅喎。係啊，咁所以即係想揾棵大啲嘅樹遮陰飲啖水咧，都好難揾啊！係啊，唯有繼續行啦。好啊，小心啲喎呢度。哇！其實你應該第一次面對呢啲嘅環境係嘛？係啊係啊。有咩感覺啊？平時行呢啲路咧，石屎地梗係好舒服啦。哇！呢度唔小心一踩，哇又嚟啦！所以已經成隻腳踩晒落啲泥凼度喎，同埋咧好跣。係啊，要好小心㗎。哇！今日好攰啊！太陽又曬啦，啲路又斜，比我想象中咧消耗體力好多。係啊，咁呢個時候咧，其實我可以食啲嘢，食啲午餐咁樣啦。咁我哋身後邊嘅咧就係我哋頭先介紹過嘅五道水。咁我哋而家就不如落去食個午餐，休息一陣先啦。好啊，好啊。休息係為咗可以行得更遠。行山同做人一樣，適當嘅休息可以俾到力量我哋繼續向前走。咁樣我哋先可以睇清楚前面嘅路，走得更遠。